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4，箴言12章10節到11節安尼講：義人關心伊的終生會死命，歹人連對人同情攏殘忍。正做的人有夠額的美娘，追求空空無價值的事是無知識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心存憐憫，追求有利益的事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活命甲疼痛的源頭，你是智慧甲穩定的相屬者，你用權能創造萬物，也用你大能的手看顧萬邦。你用無比的慈悲憐憫世間人，你也想使人有甲你同款的智慧甲性情，通明白你的心意，也愛願遵循你的話來行。主啊！你愛願疼惜世間萬物，關心一切的活命，因為阮知，歹人就是對人的同情，也是殘忍。主啊！你愛願誠做心存憐憫甲智慧的人，通知什麼是有利益，因為智慧正直的人有夠額的美娘，追求空空無價值的事是無知識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